多謝咁多位。好短時間之前，美國軍方對伊朗政權3個主要嘅核設施 Fordo、Natanz 同 Esfahan 進行咗大規模嘅精準打擊。呢幾個名大家都聽咗好多年啦。佢哋一路建立呢個好有破壞力嘅事業。我哋嘅目標係摧毀伊朗嘅核濃縮能力，並阻止全球頭號恐怖主義支持國所構成嘅核威脅。今晚我可以向全世界報告，呢啲打擊係一次非常成功嘅軍事行動。伊朗嘅主要核濃縮設施已經被徹底摧毀。伊朗呢個中東嘅惡霸而家必須要講和。如果佢哋唔係咁做，將來嘅襲擊會更加猛烈，亦會更容易。喺過去嘅40年入邊，伊朗一直講美國去死，以色列去死。佢哋用路邊炸彈殺害我哋嘅人民，炸斷佢哋嘅手腳，呢個係佢哋嘅專長。我哋損失咗超過1000人。中東同世界各地亦有幾十萬人因為佢哋嘅仇恨而直接死亡，特別係好多人被佢哋嘅將軍 Qasem Soleimani 殺害。我好耐之前呢就決定唔會俾呢啲事發生，呢啲唔會再繼續落去。我要多謝同祝賀總理 Bibi Netanyahu， 我哋合作無間，可能冇任何一個團隊好似我哋咁合作過。我哋為消除以色列呢個可怕嘅威脅做咗好多嘢。我亦要多謝以色列軍方所做嘅出色工作。最重